先继续来看这件引发到众人愤怒的新竹市的棒球场已经关起来，要重新来改善。前市长林志坚昨深夜再度来发文章，讲真抱歉，互喜爱棒球的球迷失望了。讲目前这球场的改善工程正在进行，包括外界批评的便所门、排水沟甲红土区，拢已经来改进。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经仁是来痛骂讲，这市政府无验收就来开幕，根本就是替球员甲球迷的安全得军算笑。才启用2天的新竹棒球场，随法暂停营运，场所的缺点一日被点出来。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昨暝第2摆伫面册为这件代志会失礼。林志坚讲真歹势，互所有爱棒球人失望啊！毋过嘛，请外界相信市政府已经伫第一时间成立改善小组，市政府会加强改善，一定符合职业比赛标准，卖修正到大家满意，才会验收付款。目前球场改善工程正在进行，外界关心的红土区伤冷问题会加强。有便所门锁斗唔着平，已经订到啊。另外，往休息区通道的楼梯骹有排水沟，可能会互选手绊倒。目前已经铺软珠啊甲砍咧啊，内啊部分的维护条啊冻掉咧，会研究讲将这位甲刷掉。现在的工作就是加紧脚步来做这个棒球场这个几个缺失的修正。那在修正还没有完成之前不会开赛哦。不过会室内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经仁无认同，伊讲林志坚一定要负起全部责任，是讲已经失职啊，要安怎负责？事务没有完成验收就开幕，等于是拿球员、球迷的人身安全在测试。而做出这么荒谬决策的人是谁？我昨天就在脸书上问过，到底是谁下的指导棋？才开幕2天，就这个争议，对着爱棒球的人来讲，希望讲会使赶紧有一个安心的场所，会当看比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